这是这样的我们常常是这样，该不要去考虑说个人的胜败嘛，应该考虑怎么做对台湾是比较好。我也明白讲要当总统还要好好学习，这个不是要准备的工作相当多。但事实上，你现在很多动作都被解读是在铺路，包括大巨蛋，人家觉得你是在清理战场。昨天首次出席葛特曼，也被解读可能是在抢曝光。哇，葛特曼那个是这样的，我以前就告他嘛，那个告一定，这个是这样的。有时候你去查资料我们是这样，该告的还是要告这个也不是昨天才去告他，特别是这样的那葛特曼那个实在是有时候越想越气，就是这样，就是说。你2014年就答应说你将来出新版的时候一定会修正，结果也没有修，还拿来搞政治操作，这个不告他怎么可以？但如果大巨蛋是这样，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嘛，你总不能一个蛋在那里，所以对我来讲，我都不会把它当作是政绩，我是来散播。180是一个对原来的目的是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的，特别是有些年轻人他住在比较郊区，我说他已经花在交通的时间相当多，不应当再让他双重剥下，时间花多，钱要花得多。所以当时这个1280的政策，你知道，也有助于整个城市的布局的规划。但是这样的作为政府，你知道，他也是要管理的。那所以我们在这实施1280，我们在管理学上叫 outlier， 就是那个很特殊的案例还是要查。结果一查，你看，就抓到了7个公车司机，你知道，在刷1280，在赚那个不应当有的利益嘛，所以对我来讲是这样，制度还是实施的好的政策要实施，但是政府还是必须管理，所以那种所以我们是给你方便，不是叫你随便。这个双城论坛经过双方的协定，你看那大概是7月22号用视讯的方式办理的这个我们是不需要一直在重复过去讲的话的不过我相信绝对比两岸一家愁好嘛。我还是相信说有交流才有善意，有善意才有交流。当然两岸之间一定有一些各自坚持的地方，所以用5个互相来处理，就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那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互相谅解，可以把它处理过去。那目前两岸之间几乎是没有对话的，那我认为这是不好的。那另外一方面因为毕竟两岸之间经贸关系还是相当密切的。那在经贸关系这么密切的状态下政治的对抗越来越高，还是不合理的。那所以我们还是在试着维持两岸之间可以和平发展。那对抗本来就不好，那如果一直升高这种对抗的局势，我想是更不好的了。那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还是主张说，如果在过去的基础之上那可以维持交流，就继续维持交流。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应该今年是第11届嘛，所以双城论坛已经举办，今年如果要办的话是第11届，我个人任内这应该是第6次，所以既然都已经办这么久了，也没有理由去给它停掉。